宝贝儿，你过来帮我绣吧。娘娘，荷包这种东西本是男女之间的信物，奴婢是万万不敢帮您绣的。好宝贝儿，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娘娘，人家还没给男人绣过荷包呢，人家要把第一次绣的荷包留给将来的那个他。啊，行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绣好了。绣好了。你绣的荷包还挺有特点的。那你品味还挺独特的。收拾收拾，朕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。从这里望去，圣都城尽收眼底。你感觉如何？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太冷了。这样感觉好些了吗？这样感觉有点过了。朕今天想和你说说江氏的事情。没事说他做什么？你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张鹏鹏了，朕怕以前的事情你已记不得了。那时我陪成祖去张家游园，觉得江氏更平易近人，更需要人关爱照顾，便总是与他多说两句。你见了便记恨上他，时不时就去找他麻烦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便越是护着江氏，与江氏越走越近。哎呀，撒娇的女人啊，最好命。你变了性情，我虽不能理解你说的现代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妻子，只是换了个性情罢了。可现在的你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我们的感情。哎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即便是不重新看待也没问题的。许多事情变了，又怎么能不重新对待呢？我渐渐发现，我对江氏一直以来都是怜惜。因为江北那件事情，赵王对江氏整日闹脾气，江氏积郁成疾，所以我才会将她接入宫中，也算是救下一条性命。你可理解我？那你到底是喜欢江氏呢，还是喜欢江氏呢？鹏鹏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在装糊涂？
我说皇上啊，我熬了5个通宵没睡觉给你绣荷包啊，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困，我没有什么精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了。我想听，你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太明白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跟我解释，不管你是见异思迁，重新对我产生了兴趣，还是迫于形势所迫舍弃了江氏，你都是迫于无奈。鹏鹏，你这样想，唉，怪只怪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爱上过一个对的人。鹏鹏，你恨我，是吗？恨过。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了你，对你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但是现在我不了。其实我早已察觉，你知道了江北那件事是我出事的，但你又是如何看开的？对一个人还有希望，就会有恨，而我对你的恨早已消失殆尽了。鹏鹏，你是我从未见过的女子。我们打个赌，你敢吗？哎呀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注视太久，总会迷惑，看不到，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。我不赌，男人的誓言是最没用的。清晰的是你轮廓，时光微笑我回去吧。的被你